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也挺自私的。你像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你从来都不跟我说，什么都你自己一个人去扛。可是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夫妻就是要面对所有的事情，共同的去理解对方，共同的去面对的。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很多时候我跟你说了，也不能解决问题，对不对？那会给你添那么多的烦恼，那我何必告诉你呢？那这么说，你就答应我了，不许生气了。答应了。好不好？阿拉萨尤。什么啊？什么意思啊？阿拉萨尤就是我知道了。因为集团现在已经注意到中国公司了。不过成果公司对外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才是公司的法人。他们怀疑的就是你跟我的关系，而且他们已经收集到另外2家竞争公司的企划案，我现在说不好他们手上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医生，你不用担心的，毕竟像你和骑士公司都没有向城管公司注资过，而且银行账单啊，所有的合同订单都是我一个人签字的，他们不会找到证据的。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尽量不要碰面，有事情就用电话联系。那怎么行啊？我是怕横生枝节。好吧，只能这样了。对了，合约给沈兰哲送过去了吗？我已经交到他手上了，不过他们公司还没有给我们回应。沈总为什么迟迟没有在合约上面签字呢？是对合作比例或者是其他的条款有任何的意见吗？这些都可以讨论的。这么大一个投资项目，合同页数这么多，我不得好好看看啊！您是要多久的时间呢？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喂，大成。什么？沈兰卓还用李小军威胁你？我就不相信他有这本事。你们把获利的比例降了10%啊？因为沈总迟迟都不肯跟我们签约，我们担心是你们对我们公司有什么疑虑。为了表达我们的合作诚意，我们决定降低利润10%。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我们就赶紧把这个合同给签了吧。好，不过要麻烦您和沈总交代一声，只要签了合同，您就是最大的获利者。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来跟他说。倩姐，这里面有30万，密码是你的生日，钱拿去给你哥还钱。30万？你哪来这么多钱？哎呀，你就别问了。姨，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挣钱还给你的。倩姐，哎，倩姐。
我没跑啊！啊，姨，对不起啊，我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谁让你还钱了？我又不是来问你要债的。不是要钱啊！哦，姨，上次我是真的有事儿，我才把你一个人放在那儿的。对不起啊，对不起。没关系，健健，我知道你有事情。哎，健健，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对啊？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把公司的定金弄丢了。啊，多少钱啊20万。20万，那不少钱呢。健健，你怎么丢的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那天晚上出门钱还在包里，可是后来我喝醉了，我醒来以后钱就不见了，我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要是这个钱找不回来，公司的定金就交不上了，公司的损失就会很大。完了，我的工作保不住了。喂，啊，李总你好，啊，我是金明珠。合同张健健不是已经和你们签了吗？什么？定金没付，合同作废？李总，你听我说，李总，喂，李总。健健呢？他都好几天没来上班了。什么？张健健该不会是拿了公司的钱跑了吧？喂，金总。喂，健健，你在哪儿呢？你该不会是拿了公司的钱跑了吧？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携公款逃走，我马上告你，你信不信？金总，我没有贪污公款，那笔钱丢了。丢了？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金总，我真的没有说谎，那笔钱真的丢了。那天晚上我喝醉了，我早上睡醒以后，那钱在包里就不见了。张健健，现在新的代理商的合同作废了，我铺货的产品都白铺货了吗？张健健，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儿！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我跟你没完！喂，金总，金总。妈，那个我的网店想装修一下。网店还要装修啊？啊，对啊，你不知道现在网络竞争特别大，网店都是要装修的，而且用的都是网银。哦，那要多少钱啊？哦，200块啊？不是。那多少呀？说呀！20万。我呸！20万！你骗老娘呢？一个网店装修要20万！依呀，你今天好好跟我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张健健。还是那个臭小子啊！第一次借30万，第2次20万，他把我们家当 ATM 机了。
妈，你别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家。你呀，就是社会经验啊太少了。我告诉你呀，no money。妈，人家又没说借了你钱不还了，而且他上次也是因为喝酒喝多了，所以钱才被人偷的。他现在又为了公司的事情这么着急，你不觉得他很有担当吗？我看你呀，最有担当了。哼，自己家里面的忙嘛，什么都不帮，别人家的事儿你琢磨一整天，我看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我哪有没帮自己家里的事儿啦？可是你看人家张健健多可怜啊，他每天那么拼命的工作，最后不就是为了能让家里的人过上好日子吗？对呀，他就是借钱让自己家里面的人呢过得好一点。你傻呀！张健健，你还说人家可怜？我看你最可怜了。张健健整天跟着那个葡萄，他还不是看上人家那点钱啊？你倒好啊，哼，他追葡萄，你追他，你们三个人搞什么鬼啊？我告诉你啊，钱我是不会给你的。妈，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哎，算了，不跟你说了。你站住！你干嘛？我出去。不许去！我告诉你，依依，你什么地方都不许去，就好好的待在家。妈，哼！你是不放心我？你看他们做的，跟我谈就4、6分，一到你那里就35%，他们是诚心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吗？李成果找你一次，你管一次，你怎么一直帮着外人呢？你到底信他还是信我的呀？艾总，对方愿意把合作的比例降低，这证明了他们很有诚意。我们不需要3番5次的去为难别人。我这是为难人家吗？还是钱趴在我的账上你不放心啊？我怎么会不放心？这是一个10亿的大项目，我不过才打了8000万到你的账户，以后还有大笔的资金要转到你这里。如果第一笔钱就用得这么不痛快，以后这些钱我怎么转给你？你是打算以后所有钱都直接打到他账上吗？可以啊。我没有说要直接转给他，我只是想告诉你，做项目就要按照既定的流程来执行，不能不顾到别人的想法，不能随意的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好，既然你说到这个流程的问题，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以后李成果他要是再越过我，直接联系你，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这么快就查清楚了？是谁出卖了公司的机密？王可可。我泄密，陈总，你该不会怀疑我吧？我当然不怀疑你，你是我招进来的，从第一天上班就跟着我辛苦的加班把这个方案做出来，我当然相信你。只是现在集团明确的怀疑到你头上，我是绝对不会出卖公司的。我相信你。只是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得罪了集团或者是公司的什么人？可是我才来公司这么短的时间，我能够得罪什么人啊？你是我特招进来的，录用的程序也跟别人不一样。公司人多嘴杂的，难免会有人嫉妒你。谁这么无聊，竟然嫉妒我？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公司有其他人看过这个项目的方案？卓然公司也有这份方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李小俊？李小俊，
不可能，他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我也愿意相信他。只是，你真的能肯定吗？集团怀疑我出卖公司，把项目方案卖给竞争对手。不过果果的项目方案跟我们集团的项目方案是一模一样的。你说如果让集团知道了你跟果果的关系的话，那你岂不是更解释不清了？陈总今天也提到你了。他还提到我了？他们不会也怀疑我吧？他说你同时身在2家公司，获得的信息量最大，也很有可能是你泄露的。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怀疑每一个人，也都是有道理的。李晨果果，你这款什么手环？你是不是诈骗集团的？你知道这是我的血汗钱吗？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不守信用的人！你要是再不还钱，我就把你办公室砸了！听我说，您先听我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现在投资方他不是不投钱，只是动作有一点慢。相信我，我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好吗？相信我这次。你的钱什么时候还呢？我告诉你，没有你这么不讲信用的人。你要是再不还钱呢，我们就把你办公室给砸了。今天来了一堆要债的人，差点把我给活吞了。大成，如果卓然公司再不签约付款的话，我们的项目就要泡汤了，你的计划也没法成功了。所以我想，我们要不要让其他投资公司加入，然后把股份降低？我说了很多次，我只要齐志强的钱。大成，你何苦这么为难自己呢？我愿意和你完成你的计划，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真的很被动。我知道你辛苦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希望你牵扯进来，就是怕影响到你。不用担心我，如果你要坚持这么做，我还是会支持你。哎，老王啊，最近可可他们没找你？没找，也没找你，也没有找我。那这俩孩子最近忙什么呢？就是啊，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别会儿他们俩会不会又闹分居，又闹什么别的？瞧你没事净瞎想。不是，那也得关心关心他们呀。要不，咱们去看看他。这职场上真的到处都是陷阱，以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最容易背黑锅了。怕什么？我又没有出卖公司。我是觉得你性格太单纯了。我觉得你也不太适合总助这个职位，要不，你另谋高就。这怎么可以？如果我现在走了，不就证明这就是我干的了吗？我才不走呢，我就要留下来，证明我的清白。啊！什么声音啊？谁呀？没人啊。干嘛占我便宜？这好像还真崴着了，哎，会不会肿了呀？我看。
急了。哎呀，我放急，你这岁数不能。你给我放手！你还动手了？你还啊？我这，哎呀，你看你真是的。别，老王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他们两个人有问题？啊，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头哎。有什么问题？你好，请问你是？我是张健健公司老板，我叫金明珠。您有什么事儿吗？张健健挪用公司20万，现在人不见了。啊？倩啊，这要是之前别说20万了，50万也没什么问题。可是我最近开了家投资公司，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对不起，这次帮不上你了。渐渐把那20万都弄丢了。是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你那儿有没有？倩，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我的钱全都交给我婆婆了。要不问问果果，果果现在不是投资大老板吗？我已经问过他了，他说他公司也刚成立，把所有的钱都已经投进去了，所以。干嘛呀？愁眉苦脸的，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啊？就是孙倩她老公的弟弟张健健丢了公司20万，公司怀疑他挪用公款。孙倩想找我们想办法，可是20万啊，我们到哪去给他想这个办法？这也不是个小数目呀。要不，跟我妈去借，我估计她那儿有存款。你妈能给我们2万就不错了，还20万。我就跟她说，我朋友在做生意，我想投点资，赚点外快。哎，这是个好主意，老公真聪明。妈，哟，儿子来了。妈，我来跟你扇吧。哟，今儿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妈，你有没有存款啊？当然有了，我一直有存款。怎么了？你要干什么？那什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做生意，我呢想投资赚个外快。要多少啊？20万。李小俊，你1年的工资也没有20万吧？20万，切！你是不是为了王可可的那个朋友孙倩来借的呀？妈，你怎么知道的？当然我知道了，可可就2个朋友，一个有钱，一个没钱。要借钱的肯定是那没钱的，这还用想？妈，你可真聪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哎呦，小俊呐，说你傻，你可真是傻呀！这件事儿又不会一个人来跟我说，已经来跟我说过了，要借这20万。啊？不，这大家都是朋友，对不对？互相帮忙也都是应该的嘛。朋友，你就要借给他20万呢？小俊，你缺2万块钱，他不一定借给你，对吧？我告诉你啊，真理记住，帮急不帮穷，这钱不能借。妈，好妈了，我求你了，你就借给我行不行？你呢，就当是我跟可可借的，我俩一定会还你。坚决不借。这机器捏着不如手捏的好，来，儿子帮我捏捏肩。哎呀，你都不借给我钱，还让我给你捏肩。老公，怎么样？ 妈，你怎么知道的？我跟你说，孙倩她老公的弟弟张健健丢了公司20万，公司怀疑他挪用公款。孙倩想找我们想办法，可是我们
我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依依已经跟我妈借过一次钱了。我刚一开口就被我妈拆穿了。啊？要不我们就把我们那点存款先给她。那点钱哪够啊？爸，你有没有钱？先借我一点。哎，你要钱干什么呀？啊，你别问了，我有急用，你借我一点。我有，也不多，就3万块钱。就3万啊？那也行，那你先给我吧。那我得回家给你拿。那你快点，快点，快！喂，葡萄，我现在被我妈软禁在家了，对，我出不去了。张静静现在遇到点麻烦，你给她送20万过去，你接一下她行吗？拜托了，拜托了，我妈现在都不让我出去。20万，对，行吗？20万，妈，你放我出去，你把手机还我，我必须要出去，要不张静静会有麻烦的，我要不帮她，她会坐牢的。她活该！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啊，你不准管。手机我才不会还给你呢。我不管谁管呀，妈，你放我出去，妈！还差15万，怎么办？老婆，我哪有什么办法呀？这要是一般的欠款也就算了，关键就怕张倩倩被抓，挪用公款不是开玩笑的。陈总，怎么了？我能不能向公司预支一点钱？多少钱15万。为什么？我家里有点急事，10万火急。你现在已经是集团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果这时候我帮你批了这么多钱，你觉得集团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认为我们联合起来掏空公司的资产？葡萄，你怎么来了？要给你还钱啊！啊？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没有。你们公司能刷卡吧？是不是还了钱你就没事了？走吧，上车吧。钱已经在这张卡上了，是不是钱还你了，张健就没事了？张健健，你这是在哪儿傍上了千金大小姐呀？你以为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你不是说那个渠道代理商1年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钱吗？对不起，金总，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就完了？我打了你之后再跟你说对不起就行了吗？张健健，我就知道你这种熊小子没什么骨气，一个20万就能把你难成这样，这事儿绝对没完。金总，我的钱是被偷的，我也是受害者。受害者？谁相信你的钱是被偷的？从你进公司到蒋梅花走，你使了什么手段？你以为我不知道啊？金总，我辞职行吗？辞职？你以为辞了职就完了吗？年轻人，我告诉你，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我最瞧不起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光蛋。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张健健是有错，但跟他穷有什么关系啊？我钱已经还你了，你还在这瞎嚷嚷什么？
你一个破经理有什么好神气的？你真以为这家公司是你开的？就算是你开的，又能怎么样？我钱已经还你了，加上利息，这卡里的钱绰绰有余。你什么你？我告诉你，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少在这装什么人生导师，自己做人都做不明白，还教训别人，真叫人恶心。张姐姐，我们走。张健健，我跟你没完！你们公司那个金总什么人啊？葡萄，怎么了？钱已经帮你还完了，我还有事儿。等等，葡萄，刚才谢谢你了。啊，没关系，我就是看不起那种装大葱的人。你这么帮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其实我也没有想帮你，只不过……我知道，一开始你对我很冷淡，到刚才出现在我面前，其实你是在意我的感受的。我什么感受？之前对你的误会都是错的，我以为你会讨厌我，喜欢李小俊是因为我家里穷。可是，刚才我看见你和金明珠吵架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你心里是在意我的。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心意。在意你？之前你说我没出息，讨厌我，都是为了鼓励我，让我做得更好。我现在懂了，葡萄，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是可以的。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奋斗，我会让你觉得我踏实安全。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张健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葡萄，当我女朋友吧。啊？我做你女朋友？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帮你的人不是我，是依依。你知不知道，他为了帮你借钱，已经被他妈关在家里，到现在都出不来。张健健，实话告诉你吧，我真的不喜欢你。你每次都在巴结我，巴结我的家庭，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接近我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以前你可能觉得我不喜欢你是因为你家里穷，可是刚刚你也看到了，我不是因为一个家里人贫穷或者富裕来决定他到底适不适合我的爱情。我觉得爱情是完美的，也是纯粹的，绝不能掺杂半点杂质。可是，我没有把你的家庭放在我对你的感情里。可是你每次都很在意，你不惜代价的追求我，给我的感觉，你不是喜欢我，而是喜欢我的家庭。还有，你喜欢的方式也很让我讨厌。我是不会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今天来纯粹是为了依依。她是个女孩子，能为你做这么多真的不容易。你还不明白她的心意吗？怎么回事啊？那20万怎么说没就没了？你知不知道你嫂子为你的事儿操了多少心呐？妈，钱已经还了，你就不用担心了。那钱是怎么找到的？哪找得到？是葡萄，葡萄借了我20万。哟，葡萄，想不到葡萄对我们家健健还是有感情的啊。也不是葡萄，这次我得好好感谢依依。依依，葡萄。如果你再私自找齐志强，合同你就别想签了。要预支15万，从我的年薪里面预支。程总，我提醒你一句，公司是有规定的，只能预支1次工资。我知道，麻烦尽快。
阿姨，你好，请问依依在家吗？张健健，你胆子好大，居然找到我家里来了。阿姨，我只是想来感谢她一下。感谢什么呀？走走走走走。阿姨，你让我见她一面吧，我说完谢谢就走，没有其他意思。你想见面就见面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哎，我倒搞不明白了，你跟依依说什么了？把她骗了团团转，回来开口就要借50万。我跟你说啊，张健健，你就是个吃软饭的骗子。走走走走走。阿姨，你让我见她一下吧。妈，你别这样对健健，他是我好朋友。狗屁朋友！我告诉你啊，今天你哪都不许去，就待在家。妈，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干涉我呢？依依，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出了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叫妈。我只有出去。依依，你回来！健健，刚才我妈那样对你，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家长都那样，管这管那的，好像我们没长大一样。我妈有的时候也那样。知道你着急用钱，所以我趁手机被我妈没收以前，我就赶紧给葡萄打了一个电话，也不知道她。葡萄已经帮我把钱还给公司了，现在没事了。依依，我都知道了，特别感谢你。感谢你一次一次那么的帮我，感谢你永远都那么相信我。其实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你。虽然一开始我也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想挪用那笔钱。可是后来想想，这也是老天给我的惩罚吧。健健，你千万别这样想，那个钱是被别人偷的，又不是你自己挪用的，你别太自责了。我为了成为一个有钱人，我就拼命的追求你的好朋友葡萄，打肿脸充胖子，也要请你们吃饭。葡萄，你爱吃什么你来点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怎么了？钱不够是吗？我这不是想请你俩女儿吃饭吗？总不能太寒酸吧？你说，我们要模样有模样，要学历有学历，凭什么低人一等？在他的生日会上，我还抢了别人的号码牌，去跟他跳舞。依依，你说我有希望吗9号，恭喜9号！我是9号，只要你喜欢，我做什么都可以。在公司，我为了当上经理的位置，在背后耍手段。我偷了蒋梅花私自飞弹的证据，去给金总。蒋梅花，你还磨蹭什么呀？你这狗尾巴被压到天上去，早晚有一天你会摔得很惨。当上经理以后，我每天都特别想做出成绩，可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了。